歡迎收睇神州穿梭。北京最近同香港一齊受到非典型肺炎嘅困擾，有人提出呢，其實呢一場災劫呢唔係完全壞事嘅，因為呢佢令到政府同埋市民呢知道公共衛生係好重要嘅。不過呢，知道之後點樣去正視呢，先至係最重要。咁好似呢，北京有好多人飲嘅地下水呢，其實好污糟㗎。咁但係因為水庫嘅水又唔夠，而自來水嘅系統又去唔到咁多嘅住宅，咁所以呢，好多人仍然呢係飲用緊受到污染嘅地下水。點解呢？我哋今日首先去睇下北京呢仲剩翻幾多水可以用。什剎海係北京好多市民餘下時候消暑納涼嘅地方。雖然政府勸市民唔好喺度游水，但好多人都唔理，日日照樣嚟。就算冬天湖面結冰都唔會改變。不過唔講唔知啊，其實呢度同北京城內大部分嘅湖泊一樣，都係一池死水。舊年仲要出現大量水藻，唔少魚窒息而死。做唔到流水不腐，政府就唯有每年都2次將湖水放乾，清理好池底之後再注入乾淨水，先保持到水質可以接受。咁大個湖換水用嘅淡水喺邊度嚟呢？就係呢個全城唯一嘅水塘密雲水庫。不過去到現場就令人懷疑換湖水係唔係咁明智。水庫喺60年代建成，容量達到43億平方米，但係而家只係得1/3滿，水位低到得人驚，好難想像喺76年嘅時候曾經滿到爭啲要炸堤泄洪。北京鬧水荒其實已經唔係一朝一日嘅事，由60年代開始，每10年都有一次危機。去到80年代，甚至要獨霸密雲水庫，唔供水俾原本有份分享嘅河北同埋天津。不過情況就越嚟越困難。一方面是氣候乾旱的原因，一方面是上游這個工業和農業發展，人口的增加，他們也需要更多的水，所以他們就劫奪了這些水。另一方面呢，上游工業農業的發展以後呢，造成這個污染是日趨嚴重。供應就已經越嚟越少，壓力越嚟越大。而喺08年嘅奧運會帶嚟嘅地產熱潮，就令問題更加嚴峻，因為每個新樓盤都要話有水池。No one, I don't think anybody's gone around and said how much water is available, so they know whether, all the 500 people who say they're using Mian as their source of water they can't possibly support it all. So, at some moment it's gonna be a disaster, right? 假如天公不造美，硬係唔落多啲雨嘅話呢，其實北京呢仲有一個出路㗎。咁全市呢有上千個泉眼，即係話佢哋有井水可以用。自古呢已經有唔少京城嘅老百姓呢靠飲呢個井水生活。不過今時唔同往日，井水呢究竟仲靠唔靠得住呢？那麼從50年代到現在，差不多平均下降了，淺層地下水平均下降了50米。在有些地區呢，在北京呢也已經達到了這個就是基本岩層的地步，就是說已經抽不出水來。馬軍話有啲北京嘅新區，因為密雲水庫嘅水到唔到，只可以打井水飲用。但係就算勉強打好深好深嘅井，到頭來都可能係白費功夫。他們就發現這個水呢，不但是喝起來是很難下咽，那麼聞起來就很不好聞，那麼甚至看起來就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水是渾濁的，是裡面含有異物的。北京地下水污染嘅罪魁禍首係每年處理500萬噸固體垃圾，每個達到40米深又冇任何防漏措施嘅垃圾堆填區。好似喺市郊小湯山嘅亞蘇圍堆填區，94年啟用嘅時候，政府諗到嘅就只係呢度附近冇民居，但係就忘記咗更加緊要嘅係呢度位處於地勢比北京高嘅西北方，亦正係地下水源嘅上游。啲未經處理嘅垃圾，由於化學作用產生有毒嘅污水，就不停咁樣滲入全市嘅井道。舊年市政府請專家勘探，結果喺地下30米嘅水都揾到有毒嘅物質。佢即刻撥款1700萬元人民幣喺呢度沿住垃圾場挖一條26米深嘅坑，起一道圍牆圍住啲垃圾，但係個底就仍然冇任何隔離層兜住，根本起唔到乜嘢作用。政府而家可以做到嘅就只係將密雲水庫供水嘅範圍擴大，取締居民打井水飲用嘅習慣。
喺今年年底前就會有2000幾口井停止再供水，以免影響市民嘅健康。嗱，計上嚟呢，而家平均北京呢每個人可以用嘅水量呢，仲少過沙漠國家以色列㗎。記得咧，新加坡為咗解決水荒嘅問題咧，亦都唔想長期向隔離嘅馬來西亞買水，政治上咧好似俾人要挾住咁樣，於是咧搞咗個好大嘅工程，將啲污水係循環再用。總理吳作棟咧仲公開飲用啲用污水再造嘅蒸餾水，鼓勵啲市民咧可以放心咁去飲。嗱，中國咧會唔會有一日去到咁嘅地步呢？專家指出，如果中國人唔再認識到咧節約用水嘅重要咧，唔單止人飲用嘅水咧係有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咧，去邊度揾咁多水嚟耕田呢？到時最壞嘅情況呢，就係中國人呢要用好多嘅錢去買水同埋買糧食。喺北京嘅一啲舊樓，每一次沖廁就要用9升嘅淡水。政府因為健康嘅理由，從來冇諗過用其他嘅水源。而家再設計另一個水務系統，亦都唔划算。佢只可以立例，新樓廁所水箱用量唔可以多過6升。同樣要令天氣乾燥嘅北京周圍綠油油，環境靚靚，幾個鐘就開一次嘅自動灑水器就當然唔少得，用嘅亦都係淡水。北京並唔係冇污水處理廠嘅，規模更加係全亞洲數一數二，但係冇適當嘅系統去利用，結果只係用嚟替附近嘅發電廠為機器降溫，同埋俾處理廠旁邊嘅洗車場用。亦有一小部分係由水車攞走淋花，而最主要嘅都係排放喺旁邊嘅一個人工湖。不過由於啲水只係做咗初步處理，唔好話飲用，就算連基本嘅衛生條件都講唔上，夏天呢度臭氣熏天。雖然係咁，政府喺設計奧運公園嘅時候就打算將呢啲水加以運用。專家話咁樣做好唔負責任。You know, the citizens of Beijing deserve a place where they can go and not be afraid if their child falls in. 佢話唔可以因為水荒就漠視公眾衛生，同樣亦都唔可以只係靠開源。佢批評中央政府以南水北調嘅計劃去解決問題，成效存疑。We don't even know whether people will steal the water along the way, whether what it will wreak disaster will make people so angry.You know, that who knows what they'll do? We don't know any of those things. There's so many unknowns in here. 亦有專家話，就算成功咁將長江嘅水用過1000公里嘅水管運到北方，大家唔慳啲使，問題仍然存在。剛的缺水呢，已經達到了將近300億立方米這樣的程度，而南水北調呢，預計是到2050年就是完成的時候呢，也只是可以增加供水400多億立方米，而這個到那個時候，它的如果現在的情況不改變，不進行需求的控制的話，缺水可能超過1000億立方米都不止。佢舉例子就因為水喉係公用嘅，水長流令到一個小小嘅大學區用水量就達到全市嘅1/10。佢話連知識分子都冇點滴珍惜嘅意識，要全民節約用水就真係談何容易啦。普通話裡就叫自來水，那麼就是好像擰開了自己就會來，沒有人去想到它怎麼樣這麼乾淨的水才能從這個龍頭裡流出來。那麼再加上價格是如此的便宜，所以很多人呢並沒有養成一個很好的使用它的習慣。嗱，佢啱啱講到最後嗰點呢，係指出咗中國缺水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個水費。嗱，北京一個3人家庭呢，一個月咧平均交嘅水費呢係10幾蚊，咁你話平唔平呢？好啦，休息翻嚟呢，我哋同大家去睇下北京一個3人家庭，不過呢，就唔係睇下佢點樣用水，而係睇下佢哋點樣呢捱過最近嘅2場戰爭。我媽媽去醫院，我爸爸去伊拉克了。我覺得如果我不上，我的心情可能會更加沉重。